我差一点把你惊死呢。桂英啊，你来昏倒，你什么四角叉吼？啊，保健是要安怎？恁大家骹手爱较美了，袂袂糊哦，过来。吼，你是等我要创啥啦？我都无要做戏。我太了解你，无可能啦。大家拢总烦恼你的身体，因为阿公，恁怪伊无才调画这个家，才会害你忝甲破病。我不甲你拍啦，我就甲你吵，你拢笑我无老爸通讲。不影响。你无老爸，马上有老母了。这是。你有双宝是秀妇儿大家出，哥爱经理较有把握的。找你上厉害，咱拼赢秀妇尔的戏出啦，互我面转头会。妈，但是唔准你甲秀芬仔一并对待啦。袂糊啊，明仔做就要做啊。迄秀芬啊，伫老主的面头前讲哦，甲咱保健社对待哦，一定真好看的。因为老师里面知影讲，咱送的敢若亲姊妹共款，啊，即摆是要叫咱姊妹相调就对啦。输人唔输阵啊，对无？对。输人唔输阵啊！漂亮啦，来比啊！你快看嘞，怎么我已经下线了？哎呦，你是苗民他觉得天拉地了。去啊，开姐，你做一个气困啊，就做甲你了啦。我辛苦，你嘛就辛苦，哥哥姐姐嘛拢做辛苦，当然我上赢。这若搁拖落去，会去医院就拜学生。哎呦，这么严重。